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4C嘅黃德怡。我好開心我可以參加到海馬同學會，因為可以令到我更加認識動物嘅姿態同形態。仲記得有一次，我見到訓練員海豚位置嘅示範，啲海豚好乖好可愛啊！仲記得有一次，我同我嘅寵物小教標一齊去參觀海底奇觀，就連佢都可以認識海底世界。海洋公園嘅設施真係太好啦！我真係好開心可以參加到海馬同學會，因為可以令到我更加認識動物嘅生活同埋興趣。佢唔單單係只係喺短片嗰度或者喺網上搜集見到嘅嘢，而係可以親身可以見到佢哋做嘅嘢，我真係太開心啦！多謝大家。